三國史上最詐異、最反常理，亦最被普通人睇輕嘅一場大危局，就發生喺劉備死後。你有冇諗過一件事？蜀漢當時輸到幾乎清零，精卒盡喪，大將死晒，國庫空虛，內部叛亂四起。曹魏趁勢聯合4路人馬、5路大軍、百萬壓境，擺明係要趁你病攞你命，一舉將蜀漢鐵底滅國。按照正常邏輯，呢個局面根本冇得打，換任何一個軍師、任何一個君主，蜀漢都必死無疑。但偏偏諸葛亮一出場唔使出兵，唔使開戰，唔使死人，唔使使錢，淨係坐喺屋企寫幾封信，調幾個官，短短1個月直接瓦解5路百萬大軍。好多人細個睇電視，以為呢段情節係神話，係演義吹水。但今日我哋用大白話，用真實局勢拆解，你就會明白，安居平5路根本唔係仙術，而係三國頂級嘅心理戰、外交戰、人心戰。呢一場操作直接將全臨滅國嘅蜀漢硬生生救返條命，仲為蜀漢續命幾十年。好多觀眾一直疑惑，當時蜀漢已經殘到咁上下，點解諸葛亮仲可以逆轉局勢？今日呢一集，我哋徹底拆穿呢個絕地翻盤嘅真相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劉備死後嘅蜀漢究竟爛到咩程度，你先會明白呢場危局有幾恐怖。早前2001場大火，蜀漢累積10幾年嘅精取，主力全軍覆沒。蜀漢本來就係三國最弱、地方最細、人口最少、資源最貧瘠嘅一國，靠嘅就係劉備多年積腿嘅老兵猛將，士氣先至撐得起局面。夷陵之戰一敗，蜀漢直接斷臂斷根斷氣，軍隊方面多年征戰訓練出嚟嘅老兵死傷殆盡，新一代士兵未經歷戰陣，戰鬥力完全唔在線，將領層面。一批能夠獨當一面嘅大將陸續戰死陣亡殉國，蜀漢直接出現嚴重人才斷層。國庫方面連年征戰大敗之後略中，盡毀糧草空虛，國力直接跌入谷底。外憂未止，內患又爆。劉備駕崩嘅消息傳開之後，成個益州人心浮動，動盪不安。好多地方豪強本地氏族邊疆部落見蜀漢新主年幼國力空虛，朝中無力，即刻趁機造反，割據自立，脫離朝廷管治。一時間蜀漢到處亂，到處反，到處叛，內部亂成一陸壁竹。呢個時候嘅蜀漢就好似一間爛晒嘅屋，牆磚瓦破，梁柱盡斷，內部崩塌，隨便一陣風就可以吹冧。曹魏司馬懿一眼就睇穿呢個絕佳機會，即刻向曹丕獻策，趁蜀漢新喪主軍內亂不止、軍力空虛之際，集結5路大軍，四面圍攻，全方位碾壓，一舉吞滅巴蜀。呢5路大軍每一隊都針對蜀漢弱點，分工明確，全方位封殺，可以講係死局入面嘅死局。第一路，曹魏主力10萬大軍直隨漢中，正面硬剛蜀漢防線，牽制蜀漢剩餘所有主力兵力。第二路，西涼羌兵10萬，從西邊入侵強人線騎射作戰早漢，專打蜀漢西邊邊防嘅。蜀漢兩頭顧此失備。第三路，南蠻10萬兵馬從南方叛亂入侵，山區作戰，熟悉地形，專門掃有蜀漢後方腹地。第四路，東吳孫權10萬水陸嘅大軍從東邊進兵，趁亂收割土地，左收閭離。第五路，莊姜孟達帶兵從上庸出兵，內應外合，直插蜀漢腹地。5路大軍合計幾十萬兵力，四面八方全方位圍堵，無死角進攻。對於當時嘅蜀漢嚟講，真係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冇兵冇將，冇錢冇糧，人心不穩，內亂四起。面對咁龐大嘅包圍網，換邊個上場都只能認輸。消息傳入成都，滿朝文武瞬間恐慌，朝堂之上人人自危，個個慌亂。有人主張遷都避過，有人主張割地求和，有人已經暗中準備投降，仲有好多官員偷偷將家人送走，積極為自己鋪後路。成個成都城人心徹底散晒。當時後主劉粗嘅年紀尚細，從未經歷過咁大嘅危局，完全唔知如何應對。日日慌亂，六神冇主，成個蜀漢朝廷所有人都陷入絕望，淨係得返一個人可以救蜀漢，就係諸葛亮。但最奇怪嘅事發生咗，面對亡國危局，百萬大軍壓境，成個朝廷急到團團轉，諸葛亮竟然閉門不出，唔上朝，唔議事，唔見客，唔出令，日日匿喺丞相府閉門靜修。呢個舉動令成個朝堂更加恐慌，
文武百官開始議論紛紛。有人話諸葛亮已經束手無策，放棄掙扎；有人話丞相心灰意冷，唔想再扶持幼主；仲有人散播謠言呢，話蜀漢大勢已去，神仙難救一時間。朝野上下負面情緒徹底爆發，劉儲驚到冇晒主意，親自帶領百官去到丞相府求見，想問下丞相到底有冇對策，蜀漢仲有冇得救？當所有人都覺得大難臨頭，滅國在即嘅時候，諸葛亮先至緩緩出府，一句話安穩所有人心。各路敵軍，我早已盡數破解，各位無需驚慌。當時所有官員都唔相信，覺得丞相係安慰大家，自欺欺人。直到後局發展，所有人先至徹底震撼，見識到乜嘢叫頂級戰略、頂級人心操控。諸葛亮從來唔同常人一樣打硬仗，佢嘅打法從來都係唔拼兵力、唔拼士氣，淨係拼人心、拼利益、拼弱點。呢五路大軍睇起身聲勢浩大，嚇人十足，實際上每一路都有致命漏洞，每一路都有軟肋，每一路都唔敢真嘅死戰。諸葛亮閉門幾日，根本唔係逃避，而係靜心拆解五路敵軍嘅人心、利害、顧慮，針對每一路敵軍嘅弱點，量身定做破解之法，每一計都精準打痛對方要害。首先破解第一路最強嘅曹魏主力大軍。曹魏大軍主帥係曹真，佢雖然手握重兵攞細嘅，但有一個最大顧慮嘅，西涼羌兵南蠻東吳都係聯合勢力，並非曹魏的係。曹真心裏好清楚，呢班盟友只係見有利可圖先至出兵，一旦戰事交賬冇着數，即刻撤退走人。諸葛亮睇透呢一點，即刻調派趙雲鎮守漢中險道，佔據地利堅守，不出嚴防死守，唔主動出戰唔同。曹真硬碰就係穩穩守住關口，曹真大軍遠道而來，補給萬象。面對險要地勢無從突破，加上見其他各路大軍陸續停滯退縮，深知單靠自己難以取勝，最後只能無奈退兵。第路西涼羌兵，羌人向來勇猛好戰，但佢哋從來唔係為曹丕賣命，只係為咗搶掠財物撈取好處先至出兵。諸葛亮深知羌人最信老將馬超，馬超世代鎮守西涼，威震羌地，係羌人心中最敬畏嘅名將。於是諸葛亮即刻派馬超坐鎮西邊邊關。僅靠馬超嘅威名就足以震懾羌人姜兵，見到鎮守邊關嘅係馬超，瞬間心有畏懼，士氣大跌，再加上冇實質絕數可圖，唔想白白損兵折將，最終直接撤兵不戰而退。10萬西涼大軍就咁輕輕鬆鬆瓦解。第三路南門大軍，南門部落生性好漢熟悉山地，但佢哋最大弱點係目光短淺，只顧眼前利益，怕強敵，怕伏擊。諸葛亮早已知曉南盟軍隊作戰毫無章法，貪功無盡，於是派魏延布下多處疑兵，虛張聲勢，嚟回遊走，製造中兵駐守嘅假象。南首領見蜀漢早有防備，到處都係蜀軍精奇，心理瞬間慌亂，驚覺中伏，唔敢深入進攻，驚慌失措之下迅速退兵。一路10萬南大軍未打一仗，未損一人，直接自行潰散。第四路東吳孫權，呢一路係最精明、最現實嘅一路。孫權從來都唔會做無謂犧牲，佢出兵嘅目的只係趁亂撈好處，絕對唔會同蜀漢死拼，更加唔會為曹魏做嫁衣。諸葛亮睇透孫權嘅算盤，即刻派出使者重修舊好，釋放善意，講清利害關係。孫權瞬間明白，如果蜀漢真嘅滅亡，曹魏下一個要滅嘅就係東吳，唇亡齒寒道理顯淺。加上見其他4路大軍全部停滯退兵，自己更加冇理由獨自硬拼，白白消耗兵力。權衡利弊之後，孫權果斷撤軍，坐觀時局，保存實力。第5路孟達內應叛軍。孟達呢個人最為投機，反覆無常，貪生怕死，唯利是圖。當初叛蜀投魏，只係為咗自保求榮，從來冇忠心可言。諸葛亮深知孟達性格，即刻寫信曉以利害，施以壓力點醒佢當前局勢。孟達本嚟就心有搖擺，擔心戰敗被清算及見各路大軍相繼敗退，蜀漢局勢穩定，瞬間心驚膽戰，不敢輕舉妄動，即刻收兵自守，徹底打消叛亂念頭。就係咁樣，短短1個月時間，諸葛亮唔使大開戰，唔使死，一兵一卒，唔使耗盡國力，靠精準嘅人心攔截拿捏頂級嘅戰略佈局，滴水不漏嘅外交手段，
將5路8萬壓境大軍逐個瓦解，全數逼退。睇到呢度，好多人會覺得呢個計謀好犀利、好傳奇，但真正嘅核心真相遠比你想象嘅恐怖。安居平5路從來唔係運氣，亦都唔係簡單嘅計謀，而係諸葛亮對人性利益、人心局勢嘅絕對掌控。嗰5路大軍睇起身係聯軍，實際上各懷鬼胎，各有算盤，互不信任，只顧利益。曹魏想借外援消耗實力，羌人想搶掠財物，南吳想趁亂佔地，東吳想坐收糧利，孟達想投機自保。所有人都想贏，但所有人都唔想輸，唔想犧牲。諸葛亮就係捉住呢一個共同弱點，熱靜制動不戰而屈人之兵。你唔敢死戰，我就穩守拖局；你濫圖利益，我就斷你好處；你心有顧慮，我就放大你恐懼。人人都有軟肋，人人都有私心，人人都有顧忌。呢個就係諸葛亮破局嘅關鍵。經此一役，蜀漢成功躲過滅國危機，暫時穩定外部局勢，為自己爭取到極為寶貴嘅休養生息時間。但諸葛亮好清楚，外敵雖然暫退，內部隱患仍然未除。益州內部氏族矛盾，地方叛亂，南中動邦，國力空虛，人才斷層，所有問題仍然堆積如山。表面上蜀漢安然無恙，實際上仍然深陷爛局，步步驚心。呢場安居平5路只係暫時保住蜀漢條命，真正嘅重建、真正嘅平亂、真正嘅復興先至啱啱開始。好多人成日爭議一個問題：如果當時冇諸葛亮，蜀漢會唔會直接亡國？答案其實好肯定，一定亡國。劉備死後嘅蜀漢內外崩壞，人心離散，四面楚歌，換任何一個普通人執政都頂唔住呢一場滅國級別嘅危局。唯有諸葛亮憑一己之力、一己之志、一己之擔當，硬生生為蜀漢續命幾十年。但亦都有人覺得諸葛亮太過執着，太過辛苦，明知蜀漢實力最弱，統一天下冇望，仍然執意苦苦支撐，勞心勞力，耗盡心血。其實呢個就係諸葛亮最偉大嘅地方。天下大勢，利弊得失，佢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佢唔係唔知難，只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。佢唔係唔識享受，只係心懷初心，不負託孤，不負先帝，不負興漢之志。呢一場安居平5路唔只係一場漂亮嘅戰略勝利嘅，更加係諸葛亮一生孤獨、一生擔當、一生執着嘅真實寫照。從呢一刻開始，成個蜀漢嘅命運，成個興復漢室嘅希望，鐵底壓咗喺諸葛亮一個人嘅肩上。穩定外局之後，諸葛亮即刻將重心轉向內政。面對動亂不斷嘅南中地區反覆叛亂嘅地方勢力，諸葛亮即將親自南征，踏上更艱難、更考驗人心、更影響蜀漢未來嘅道路。七擒孟獲，平定南中，呢段人人皆知嘅故事，背後藏住諸葛亮最深遠、最長遠嘅戰略佈局追號。我留一個真實、值得爭議嘅問題俾大家討論提升。互動數據，你覺得安居平5路係諸葛亮神機妙算，還是當時5路提軍本來就各懷鬼胎，根本唔想真打？評論區留下你嘅真實睇法，我哋一齊傾偈，一齊拆解三國真相。鍾意粵語講正史，睇透三國人性博弈，記得點讚訂閱。下一集我哋深度拆解七擒孟獲真正嘅頂級戰略。